金南对吧？金南对，这里借一下各位贵宾的手，跟我一起拍手后。那会邀请到我们的年轻歌手赵德武跟我一起合唱。现场也有许多的知名歌手哈，我们从这个最资深的是李秋霞老师，然后那个算是大姐大大，我也这边管好啊，哎呀，还有我们在地的黄新慧老师、黄丽华老师，我是你，大家知道客家本色，大家耳熟能详啊，你知道谁是那个主唱人吗？就是他。就是林采宜先生，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那我们都只能讲资深啊。我真心，我讲还有李秋霞老师特别介绍，你知道吗？他是我过了一下，他是1969年，在他16岁的时候，大家不要反对人家现在年纪的啊。他到苗栗那时候还有专门录客家的，叫做美乐唱片。换了他第1张的黑胶唱片，叫做《天上起呼吸》。哦，他是这个是算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个非常资深的经验。所以我们11月7号哦，当天我刚刚忘了介绍2位帅哥跟美女，一个是泰隆，一个是泰隆，美方说跟议长是同学，泰是学妹啊。那当天有很多的歌手哦，包含了我们从赖仁珍老师哦，赖仁珍老师刚好今年拿到我们的这个客家歌曲的无形化啊，对，就是今年他刚拿到他的大金课哈。那还有阿 Kim 的特别介绍哦，这个高材生成大的这个物理职能治疗师，还有师兄弟呢，后来念交大客家学院是我学弟哈。阿 Kim 拿到入围金曲奖，那个最佳专辑跟演唱人很多次的哈。这4年哦，县长也非常感谢林老师哦。其实在他的这个号召之下，就是来召集了大家。那其实大家不分流派，然后那一起都来参与这一个客家歌手的演唱会哦，所以越来越大。从过去我们单纯是说8成9成在苗栗的歌手，但是到后来。其实我们开始就引入了哈，很多在全国拿到人家拿到入围金曲奖，拿到金曲奖，或者是全国拿冠军的，其实都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哦，那还有这个谢宇辉，谢宇辉就金曲奖客家最佳演唱人哦，就是谢宇辉老师的爸爸叫谢孝德老师，现在还在我们美术问水。还在那边驻村，他的那个油彩是非常漂
厉害的哈。他本人也是美术系毕业的，嘿，师大美术系的对哈。来，然后谢继国老师跟佩云他们算是老看新来，知道吗？谢老师，佩云，谢老师得到这个全球中华文化的艺术新传奖哦。那他带着这个吴佩云是去年 Now Let 大擂台全国年度总冠军，就是那因为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浪费这个资源，然后所以我们凭着发票哦，一张发票可以兑换1张入场券，那每个人最多兑换2张入场券哦。那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好朋友们，那透过各位媒体女士先生帮我们多多的报道，那让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支持云林客家银行客家文化，这些是大家。有请你严总哈，严总呢哈，我看伊已经冲出来，好，要在发通啊，伊会帮支持啊，好，你众小朋友，你起严总手台。严总哈。好，掌声来感谢我们的林展毅林老师。其实咯，来到伊讲啊，他也蛮热闹。土台王咧饲球的，啊！伫台湾民族富山顺路开一间船塘，啊！用啥虾鸭的迄话无人虾，你用啥吼？福大钱的嘛。唔少捱啊，咪少咯。差不多啦，切好锅版啦，切好过办了。而且啊，继涂敏恒以后，这个新世代的这个作词作曲的客家歌手哈林展毅老师啊，真的很有这个心要来保留我们的这个客家的文化所以啊今天已经第4年，每年越办越好，真的功不可没。那尤其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布达的这个2个时间点一个都人民的出现，按部就班7点。对于台湾中南的苗北艺文中心，过来都14个月呢，都对安尼啊苗栗文化高校区的总政党有期盼歌手这林立到时候喜欢这个听客家歌曲的，绝对不能够这个错过要亮重的歌手都冇通常哦，礼拜今年往年咧，可以講係太轉變啦。哎呀，陣容龐大。睇緊嘢都要記飛上台最後做呀亮重的演唱會能夠凸顯我們客家的精神、客家的文化、客家的傳承大家一起來努力嚴重嘅插一下話要不然？也按多年啦，他個整件動身軀嘅為了那個文化性的大量的推廣因為你像今年呢，當年呢，像喺卡士咧兩年新男的，係唔係盲人做啲費用來加時？經費增加啦，係啦。你就看一擺睇龍狗係佢啷係講嘅，格春經費留言狀講。我哋古沖線，古生。六面線啦，看一擺表現都樣擺有太多人都睡着，你這個來加碼。好，唐哥好，好，謝謝。安之生，總東京總一總，你有享受有語言哈。共下來哈。2位主持人展毅老師，還有琪琪小姐，尊敬的企業總監長燕副局長，鄭雄總還有台東議員和同事，劉議員孫淑娥議員，楊議員還有各位議員的處理秘書，各位演唱的歌手，代表徐志勇立法委員的楊理總各位大明星，大家做完大家好。其實不管乜個節目啦，乜個表演，乜個運動，乜個發通佢一聽到有種明星他就會帶動。就像台灣前幾年呢，當年本身年的大國魯府，因為佢吹咗大家都知道曾雅妮另外MLD吹到潘正聰，故說講按球打球都甲動到面三國咪講啦除了普遍的推廣，因為培養嗰種明星係動重要。當然展毅老師同我下國沒下很多國誒。譬如我這像我們小帥哥趙德武就很優秀嘛其實有時候很矮院特殊特別
那个很重要的那条线要画下来哈。一听到比方我知道全国性的明星哈，按客家山歌他们送出去，按讲客家哈，不是糟蹋我们自己，可是像新竹县台北山歌足动较流行，苗栗县他蛮多演唱。或者展毅老师去推广吼，韩国演唱的宗师吼，韩国文官节3万吼，按山歌了，苗栗演看很多山歌班、歌谣班，当然佢哋学生阿叔咪阿伯咪唱，其实唱爽快啦吼。不过还咧要有专家、有明星，你节目怎么放、怎么睇，我说你山歌推广，对来以后啊，就建议像展毅老师很有才华吼。演唱又很有心吼，两大家共同来比较明星咩无相关，团结力量大吼，客家文化、客家歌曲，一定要好好保留下以后，对来为主祝福吼，你拜刘明先、刘备成功好嘛？刘下台湾台湾好嘛？好，刘备澎湃啦吼，演唱不加嘛哈，对来为主祝福今日记者会圆满顺序，要祝福今日在场所有壮观贵宾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工作顺利圆满，谢谢大家。安子生，第二种请留步，114年苗栗县客家歌手严聪飞、单国贤、歌上刘面贤一同送上鼓励。欢迎开始间呢，好在11月初7，还有11月14號有2日，不到呢，在苗北還有呢，總總統來看表演。